歡迎大家出席由中遠地產代理有限公司首席贊助廷欣兒童中心20週年 We Were Born to Shine 讓我閃耀籌款音樂會。現場每一位係我哋今日呢一個音樂會可以閃閃發光嘅最大原因，多謝你哋。廷欣兒童中心成立於2004年，係香港第一間提供單一言語治療服務嘅非牟利志願機構，致力幫助來自低收入家庭、有語言障礙嘅小朋友，等佢哋得到適當嘅治療，可以積極融入社會。目前我哋有2間嘅中心提供服務，一共服務超過200位小朋友，而正輪候服務嘅亦都仍然有80人㗎。而紮根香港20年，中心一直致力為嚟自低收入家庭、患有言語障礙嘅小朋友提供1對1嘅專業言語治療。而喺近10年呢，中心因應住社會嘅需要，除咗提供核心服務頭先提過嘅1對1言語治療之外呢，更加係加設咗職業治療服務。知道有讀寫障礙嘅小朋友亦都越嚟越多，社區嘅服務呢又未必足夠，所以中心喺2019年擴展咗免費讀寫障礙訓練服務俾有需要嘅中心學員，而喺舊年中心更加嘗試增設提升認知能力訓練班，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嘅學員。唔單止咁樣㗎，中心創辦人黃太知道小朋友需要幫助佢哋衝破障礙，除咗係言語治療師嘅專業努力同埋耐性之外，亦需要家長喺屋企嗰度配合訓練。明白到家長面對生活壓力同埋照顧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所有嘅勞累，令到佢哋好多時都透不過氣。為咗支援家長，中心從2007年開始就設有社工嘅輔導服務，而喺2009年開始更加增設駐中心免費臨床心理學家同埋免費精神科醫生服務俾有需要嘅家長㗎。而能夠帶領中心有咁成功嘅發展，亦都全賴中心嘅創辦人黃家寧先生以及黃何淑英女士。而家我哋有請黃生黃太嚟到台上為我哋支持。多謝各位嘉賓今日嚟臨我哋呢個音樂會，多謝各位過往20年嘅幫助。困難係好多，但係恩典總係夠我哋去用。我哋話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過俾我哋嘅天父，多謝晒大家。跟住落嚟，我哋有請音樂會首席贊助商，10年來都一直致力支持中心，近年更加擔任中心榮譽顧問嘅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雄先生 MHJP 為我哋支持，掌聲有請。廷欣點解我哋繼續會支持？我哋點解會長久支持？我哋點解會繼續仲會支持呢？就係因為佢個古仔係一定真心。阿 Viola 同 Raymond 佢對小朋友，佢對自己嘅承諾係真心嘅，佢係真做嘅。今晚我哋喺當中選出咗20位喺學業、品行或者係某啲方面有卓越表現嘅朋友，頒予廷欣兒童中心傑出獎，以表揚佢哋嘅努力同埋成就。首先我哋恭喜顏浩天，而家讀緊小2。咁佢好特別嘅，小1平均分係高達96.4分，全級第1啊！第2位係鄭君婷小朋友，佢而家就讀緊小2，而佢嘅成績係小1全級第7名，中文科全級第1，仲有係第7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嘅季軍添。第3位係陳子華，而家就讀小3，佢嘅平均分高達93分，全級第11名，並且獲得學業卓越獎，成績飛躍進步。跟住第4位係陳樂琪小朋友，佢而家就讀緊小4，而佢嘅成績係小3，平均分達96.5分，全級第1。接住落嚟，我哋恭喜鍾華安小朋友，佢而家就讀小5。小4嘅時候全級第10，全班第7，成績飛躍進步。跟住第6位嘅小朋友係田子宏小朋友，佢而家就讀小5，佢喺小4嘅時候平均分達到94.79，係全級頭10名，更加獲得積極學習進步獎，品學兼優。接住落嚟，我哋恭喜何建一小朋友，連續5年獲得學校熱心服務獎、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第5屆世界 STEM 其常識公開賽嘅銅獎，更加係2024全港學生科技大賽嘅季軍得主。第8位係李雅琳小朋友，佢嘅成績喺小5係全級第3名，中文科全級第1，常識科全級第3，亦都係第59屆校際舞蹈節中國舞比賽嘅金獎。第9位係林嘉希小朋友，考入 Band 1中學，品學兼優，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2024香港賽區小學6年級1等獎。跟住下一位係戴偉文小朋友，佢而家就讀中一，佢喺小5以及小6連續2年全級第1，考入 Band 1中學，而且佢仲係鋼琴7級以及小提琴6級添。跟住落嚟呢，我哋嘅小朋友係殷嘉誠，佢考入 Band 1中學，中一獲得學業成績進步、堅毅努力、品學兼優、愛護家人。下一位係蔡卓軒小朋友，佢就讀 Band 1A 嘅中學，考獲宗教科全級第1，而且佢仲係小提琴嘅8級，所以佢得到嘅係音樂造詣獎。接住落嚟，我哋恭喜嘅係鄭浩銘小朋友，佢而家就讀 Band 1嘅中學，曾經獲得奧數比賽嘅金獎，更加係小提琴8級。下一位係譚海彤小朋友，佢而家就讀中5，佢係小提琴嘅8級，特別擅長攝影同埋畫畫㗎，所以佢得到嘅都係音樂造詣獎。跟住落嚟，我哋繼續恭喜李佩聰小朋友，佢而家就讀嘅係中6，孝順父母，樂於助人，並且獲得小提琴8級。跟住下一位，我哋有請譚思瑤小朋友，佢而家就讀大學2年級，而家佢喺中文大學商學院 DSE 嘅數學同埋會計都係考獲5星級㗎。跟住落嚟，我哋恭喜陳景文小朋友，佢而家呢就讀嘅係中3，非常之犀利。佢就讀 Band 1中學，品學兼優，數學科全級前10名，榮獲全校優異成績獎，乒乓球學界銀獎，長跑800米銀牌。我哋有請陳思榮，佢而家喺中文大學商學院入邊就讀，而佢 DSE 嘅成績數學 M2、中文、經濟科都考獲5分，而其餘3科都考獲4分，成績非常優異。我哋邀請周家樂，喺中4嘅時候呢就考獲全班第1，曾經攞到化學科嘅全級第1，品學兼優，亦都非常愛護家庭。而最後一位係施海晴，佢而家就讀喺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而佢 DSE 嘅英文成績係考獲5星，而且佢亦都係小提琴8級嘅造詣。最燦爛嘅笑容，我哋台上咁多位獲獎嘅大朋友、小朋友們。接住落嚟呢，就會係進行我哋今晚嘅啟動儀式。喺呢度，我哋首先邀請主禮嘉賓施永青伉儷，黃偉雄先生 MHJP 伉儷，邱騰華先生 GBS-JP， 余黎清平女士 SBS-OBE， 陳少玲女士 BBS， 洪俊良律師 Mrs. Shirley Zhang。然後我哋繼續有請各位執行小組委員會委員，包括徐美玉會計師、麥瑞瓊女士 JP， 跟住我哋有請譚錦儀女士、董敏儀女士，同時亦都邀請我哋嘅榮譽顧問，包括譚麗文女士、莫子應律師、李慧君小姐，以及黃旭新建築師。跟住呢，我哋繼續有請20週年籌款委員會嘅成員，包括蘇丹妮小姐、李盼之小姐。跟住我哋有請瘦身及減廢委員會委員 Miss Novem Chan， 有請以及係特別活動委員會委員 Miss Florence Tan 同埋 Mr. Jones Chan。咁一陣間呢，我哋邀請大家一齊數3聲咯，然後呢，就邀請我哋台上面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呢，將手上嘅星星亮起。同時大家一陣間呢，就要揮動你哋嘅手機燈咯噃。同我哋台上嘅嘉賓們呢，一齊同心去慶賀我哋中心20週年嘅光榮成果。祝願我哋中心喺未來每一個20年都咁成功。好，大家準備好未呢？準備3、2、1！祝願中心喺未來繼續成功，就好似天上嘅星星一樣，照亮每一位。跟住落嚟就會正式進入我哋今晚嘅表演環節。跟住落嚟呢，我哋會欣賞到由 Dreamcast 舞蹈學校丹儀校長為我哋編寫嘅《讓我閃耀》。Don't act like you forgot. I called a shot. Like blah, blah, blah. Y'all should know me well enough. Better have my money. Better have my money. My money. Have my money. My money. Better have my
大家即將會見到嘅呢，就係由 A、B1以及 C 班嘅合唱團帶嚟嘅合唱表演。首歌嘅歌詞呢係提到我哋每一個人在座嘅人呢，一定都係相信 We were born to shine。我哋生來呢，就係為咗閃閃發光。接住落嚟，其實就會開始有一啲樂器嘅表演嘅咯喎。今日嘅音樂會咧得以順利進行，實在係多謝各個贊助商同埋表演團體嘅支持。咁衷心咧希望藉住呢一個時刻，感謝今晚嘅贊助商。其實社會各界唔同嘅機構、唔同嘅行業咧，都一樣支持停欣兒童中心嘅善舉㗎噃。冇錯，不同領域都希望同樣地出心出力，為我哋香港咁多位嘅小朋友呢，去提供一個更加光亮、更加充滿希望嘅未來。跟住落嚟係我哋今晚一個重要嘅時刻。我哋非常之榮幸可以邀請到國際知名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博士擔任我哋今晚嘅榮譽表演嘉賓。音樂帶嚟快樂、自信，所以咧呢首歌咧獻俾所有在場嘅人。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e sole, un'aria serena dopo una tempesta, per l'aria fresca pareggia una festa, 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e sole. Oh sole mio, stan pronte
stand fronte a te。中心咧非常之感謝你今日嘅出席，咁所以咧我哋有小朋友嘅代表為我哋莫華倫博士送上鮮花。腰爆你，嚟影幅相。相信呢一陣間嘅下一個環節咧，將會係一個充滿傳承感覺、好感動嘅表演。好啦，我哋有請各位台前嘅嘉賓帶領我哋咁多位小朋友一齊唱出《紅日》。呢個時候，廷恩兒童中心20週年 We Were Born to Shine， 讓我閃耀籌款音樂會圓滿成功啦！耶！多謝現場各位嘉賓、咁多位表演嘅朋友、小朋友嘅支持，有你哋，廷恩兒童中心嚟緊嘅20年將會更精彩。係啊，跟住落嚟，我哋希望最近我哋喺25週年再同大家見面，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晚上，亦都祝願廷恩兒童中心能夠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好似天上嘅星星一樣照亮人群。多謝大家，拜拜。